好多港澳朋友唔知道，中山買房還有專屬保障，提醒所有中山市嘅港澳朋友，今年想喺中山執漏二手審盤，千祈唔好只盯住低價，真正聰明嘅港人都會選擇有交易保障嘅專業平台。中山目前大量優質二手審盤浮出水面，熱指急售，價格回落，性價比極高，確實係近幾年難得嘅一手倉期。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審盤往往伴隨着談判變數多、熱刺生態浮動、流程複雜等問題，好多客戶睇好傾好，交咗中介費，最後交易都係失敗，錢房兩空，非常吃虧。所以真正會買房嘅港澳買家，現在睇房只讓就一件事，有冇有售後保障，有冇有退費兜底。配合給所有港澳朋友一個最大嘅定心丸，針對所有購房者有一項安心服務承諾，交易不成佣金無理由全退。不管係買賣雙方傾到未達成一致，資料有問題、審批問題、客觀原因導致無法過戶，只要交易未成，即可按規則退還佣金，徹底解決異地置業最大痛點。除此之外，我們還有真房源賠付、房款、安全監管、物業欠費等一系列安心服務承諾。總之，簡單一句話總結，你負責安心選審盤，我們負責幫你兜底風險。想圖真實、靠譜、高性價嘅中山二手審盤，歡迎嚟搵我。